觀眾朋友對港國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節，一禮拜新聞後，同你大家來關心係歐洲嘅全球，尤其德國，你也每期嘅主角是破球，做乜嘅話安樣，撒下來會就嚟到講講，對節目地度不較繞長度嘅係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嘅莊福昌莊教授，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在9月底大選之後，立即又再次來到我們節目裡面，非常樂意。我看到這1個多月，我們自己都有一點點意外，看到這樣局勢的發展，尤其是禮拜天的談判之後，自民黨臨陣退出。那我們想要了解，什麼使自民黨會退出？然後現在這個局勢究竟對於德國，甚至對於歐洲，是不是會有一些影響跟衝擊？是，不只是你覺得很意外，其實全歐洲人、全世界人都感到非常意外。一直有黑天鵝。是啊，我們說，政治它像足球場一樣，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那梅克爾他也感到非常意外，執政12年之後，他的地位在德國、在歐洲算是非常穩固的。那這次的一個在組閣過程當中，他其實他已經非常篤定的能夠成功的組成牙買加聯合政府，是就差這麼一步。那你剛才提的這個問題，自民黨為什麼會臨陣脫逃？啊，為什麼在禮拜天他宣布要退出？那從頭到尾，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那自民黨都在抱怨說，這7週的談判過程當中，自民黨所堅持的一些政見政策都沒有被相當程度的重視。我舉個例子，在他所最重視的教育政策，他是非常主張這個德國的教育啊，必須要做大幅改革。那大學啦、高中啦都一樣，那數位化教育它必須要極力推行啊。那這個政策也受到綠黨跟基督基色黨的一個支持，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錢的問題。他認為應該要大量投資，那綠黨跟基民基色黨認為說，我們還有其他政策必須使用，所以他就把它砍了一些錢。那這一點的話，讓自民黨感到非常不被重視。那第二個地方是關於就是團結稅捐啊，團結稅捐 Solidaritätszuschlag。那這個是在德國統一之後，為了幫助德東地區的開發，從每個人的所得稅裡面5.5%啊，必須要交出來當做團結稅捐。那現在德東地區也發展得差不多了，所以自民黨人認為應該馬上廢除啊這個團結稅捐啊，那減輕這個人民的一些賦稅。那基督民主黨、基色黨梅克他接受了，但是接受的方式跟過程讓自民黨覺得很不舒服。那現在的一個妥協的方案是說，在2021年把它廢除。那所以說，現在17到2021，也就是說，利用這4年的當中，逐步廢除這個團結稅捐。那逐步廢除團結稅捐，剛好是基色黨的一個政見。所以自民黨就認為說，這種妥協的結果就等於是為你大黨基色黨的一個政見在背書，所以又不是照顧到，還是說聽從我的自民黨的一個要求去做這件事情， credit 又被你拿去了，又被他拿去了，所以他又覺得很不舒服。那還有一點就是說，對歐洲政策裡面啊，這4個黨基本上都是親歐政黨，都是支持歐洲聯盟的，但是現在又遇到一個問題。在自民黨，他非常主張要刺激德國經濟的發展，要製造更多的一個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所以他認為說對歐洲的幫助已經夠了，特別是對歐債危機的這些希臘啦、西班牙這些國家的幫助已經夠了，所以他堅持主張要親歐洲，但是不行一味的把德國的錢再投向歐洲。那這一點的話是不被綠黨跟基督基色黨所接受，所以他覺得說，既然我主張這麼多都不被重視，或者是被忽略掉，那他乾脆退出。所以他一直主張說，我不執政比錯誤執政還好。這是他這個黨魁38歲的黨魁林德呢所強調的一個理念，所以他退出。那他在記者會裡面也講到說，如果說他勉強跟綠黨基督基色組成聯合政府，對，那這個聯合政府也是不穩定的，因為他心中充滿了不滿。那回過頭來，綠黨可以，為什麼自民黨不可以？是，綠黨也做了很多讓步，其實只差13席而已。是，綠黨也做了很多的讓步啊。綠黨一開始前4週啊，可以說是談判的一個黑暗期了，到後來才慢慢建立互信之後，綠黨做了非常大的改變啊。比如說綠黨所堅持的環保政策，
他本来是坚持说2030年所有的火力发电厂都要废除。那后来他又看到一些数字啊，目前德国在替代能源还没有上路之前啊，这个火力发电厂是很有必要的。40%的电力来源是来自于火力发电厂，所以绿党他就看到这个情形，哦，他不行，光为了他的环保政策而牺牲德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他让步了。哦，那还有他本来坚持说2030所有柴油车全部要废除，要电动车等等等。那又看到说，现在梅克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要10年之后，德国的电动车的技术才能够成熟，才能够替代目前的柴油车。所以绿党就做了变更，但是自民党他还是这么坚持。所以有人说，这个自民党的党魁啊，他是比较没有谈判技巧的，他是比较固执的。这样好，老师，我想要请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在折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的角色我特别的好奇，我待会要请教教授，就是我那天在记者会当中听到德国的总统，他其实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德国当前的民主制度正面临着2战之后最严重的政治挑战。第一，我会想说，让一国的元首说出这样的话，那究竟这个挑战对德国来讲有多大？那第二件事情是，究竟在这个折冲的过程当中，总统史坦迈尔他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好，我们现在谈第一个部分，他这一句很令人玩味的一句话是啊。那其实这次的危机，阻隔危机啊，是德国战后到现在70几年来首次发生的。对，也就是说，过去的历任的一个总理这个联邦政府是选举之后很顺利就产生的。对，那在这个顺利产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总统的角色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啊，在德国联邦制度里面，掌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是联邦总理。联邦总统是虚位元首。那所谓的虚位元首，他是没有政治实权的。他不行对政治过问太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2010到2012，这个当时的联邦总统叫做科勒。对，科勒他这个人话很多，看到什么政治议题他有兴趣的，哇，他就上媒体，或者是说大肆的去写文章，然后去表态他的意见。那联邦众议院是给他相当大的一个警告，后来他还是不听，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慢慢被做了2年。原则上德国联邦总统是任期是5年的，他做了2年就被赶下来，所以他的角色是这个样子。那这一次因为是阻隔不成，所以他才启动了所谓的基本法，就是德国的宪法63条的一个权限。是63条赋予联邦总统这个推荐总理、任命总理、解散国会的权利。是。那这次的话，牙买加联合政府在自民党退出之后宣布破局。对，破局之后的话，那在联邦总统他就跳出来，他扮演一个角色，去协调各政党，希望能够其他政党都一起共体时艰，能够跟梅克的基督基社党，然后来合组联合政府。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他才退下来，跳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最近几天啊，这个联邦总统他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是他已经接近了五大党的党魁，同时他昨天下午也召见了这个新科的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就是前财政部长 Wolfgang Schäuble。那这6个人到总统府之后，那所谈的就是希望能够有政党愿意能够跳出来跟这个梅克来合作。那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对于社民党的用力是最大的。他自己来自社民党，他认为说这一次既然梅克跟联邦总统表态得非常清楚，他宁愿重选，也不愿组成一个少数联合政府。对，其实梅克尔跟史坦迈尔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是，那史坦迈尔他是希望说少数政府也可以，他说相忍为国，是少数政府也可以那就不要他联邦总统是不希望重新大选。对
啊，这个太知识体大，又要重新来的结果又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改变，那是不是白晃一招？所以他一直在游说这个梅克，希望说，朝这个方向去改变。但是梅克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他考虑到说，如果说勉强去组成一个少数联合政府，跟绿党或者是跟自民党，对，那或者是他跟基社党来组成这种少数联合政府，那大概只有330几席，对，都没有过半，过半要355席。所以他如果说这样冒险的上场的时候，少数联合政府，那表示说他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寻求在野党的一个支持。那稍不小心，他就可能被受到宪法里面的第67条或68条的一个挑战。68条是所谓的这个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对，那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可以分作2个部分来了解。不信任投票，那这个是由国会发起的一个倒阁的一个机制。是，他认为你这个总理啊，这个执政不下去了。那所以他提出不信任投票。那国会在提不信任投票的同时，必须要推出一个接任的总理人选。是。那如果说通过之后把这个接任人选送给联邦总统，联邦总统在不信任的投票获得多数议员的同意之后，马上解职现任的总理，然后马上这个提名这个他继任的这位总理。老师，我厘清一下，在现在这个阶段，梅克尔算是代理总理。这个代理总理有人用这个名词了，对，那我不认为说还是他就是其实我不认为这个名字是恰当的。在总理跟部长的任期啊，在基本法里面69条写得相当清楚，总理跟部长的任期是做到新政府产生之前为止。是，现在还没有新政府啊，所以说他是合理的，可以做到继续做下去。所以他就是总理，他就是总理。那其他的就是部长，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代理，还是说看守总理的一个现象。因为所谓我们这个所知道影子那个看守总理，对，是这个总理出现了问题，那他这个权限是被搁置的，他不许做重大的政策的一个推展的时候。这个叫做看守总理，是。但是梅克尔在宪法69条的一个规范底下，他是现在是可以合法继续做下去的。OK， 好，老师，那上半场讨论我们先谢谢老师，我们下半场转来我来看一下，既然联合政府破口咧，3號咧每個人係咪有可能多轉去前期嘅競爭對手，也是總統所屬嘅社民黨嘅組織台聯合政府咧，呢個問題先了解，公眾來參考考慮。大家转到讨论的现场，其实的关注利亚德国政局的变化。老师，那如果牙买加政府几乎是宣告破局，那有没有可能梅克回头去说服自己的竞争对手，跟社民党，毕竟他有150几席，来组一个大联合政府？其实梅克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多方向的哦，他也不放弃自民党哦，那绿党他是没问题的，那所以说当然是社民党他也继续在努力。那社民党我们刚才讲到说，在昨天下午跟联邦总统谈了74分钟之后，对，那社民党党内的声音呢，慢慢已经有些变化。你说的党内包括舒兹吗？舒兹的立场还是很坚定，因为他之前说他不会跟他组联合政府啊。对，他现在目前他还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但是其他的一些社民党里面的高层的一些党员啊，他们已经慢慢在思考联邦总统的话。可是他们是不是每个政党必须要为国家、为这个时局为组成联合政府负有责任？所以，甚至有比较多的一个声音是朝向要建立第二次再次建立大联合政府。所以舒兹如果说
要坚持下去，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到底他这种坚持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这个对不对？谁到时候可以来判断？那当然就是结果嘛。这个社民党的话，如果说坚持他不组成大联合政府，照我的看法，那重新改选应该是不无可能。那重新改选，目前的一个情势来看，社民党你必须要保证能够提高你的选票，才能够守住你的面子。是。第二个，如果说你选票降下来之后，那表示你的疏枝、你的政策是错的。他可能到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下台负责。问题是，现在大家在讲一个可能性，就有没有可能，如梅克尔第一时间所提的，宁可要重新大选，但是在重新大选的前提之下，我们听到有很多意见是反而是 AFD 极右派会因此得利，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德国另类选择党，他再次的牙买加的一个联合政府谈判过程当中他是完全没有他的事情。对。所以也就是说，在过去7周里面，其他4个党是忙着做这些事情的联合政府。那德国另类选择党，他是已经全力在准备他的问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星期一举行的第一次新科议员的大会的时候，这个德国另类选择党已经很具体的提出他的难民政策。对，他主张所有的进入德国的叙利亚难民，全部都要把他遣返回国。是，他的理由是说，现在叙利亚的情势已经慢慢稳定了嘛，伊斯兰国已经被赶出去了嘛，所以必须要全部都把他赶回去。那这个议题是在德国选民心里面听进去，是听起来是有感的他们生活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对不对？所以他这么铿锵有力的一个政策里面，在回归到说，在这一次4党在谈这个联合政府的时候，所陷入的一个僵局，就是难民政策。对，这4个党对于难民政策的方向是差异性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情形是这样，既然难民又是一个大问题，那不要忘记了，难民是造就德国另类选择党的一个主要政策。是，所以从这个逻辑上面去看的话，如果说改选大选的话，那应该德国另类选党他会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老师刚才提到梅克尔其实现在是往多方各个可能他都不放弃，包括说是不是继续跟这个自民党谈，然后也不无可能是跟社民党组大联合政府。第3个选项，当然如他自己所提的，他还其实有可能重新举行大选。是，如果是要重新举行大选，他会需要经过哪些关卡？那时间点接下来会怎么走？第一个就是说，必须要各政党都要重新提候选人嘛。那我们就来看说，这个基督基社党会不会再拥戴梅克尔有可能不会吗？到目前来看是这个是笃定会再推荐他了。因为为什么说我用笃定2个字呢？因为在这一次的谈判破局隔天，基督基社党全体这个面对媒体记者的时候，在梅克的后面是所有党员一字排开，排的3列4列，满满的这个基民党里面的一些重要干部全部出席。那基社党的干部也出席。那梅克在讲完之后，这个基社党的党魁 Seehofer 讲了一句话，他说：“谢谢梅克的领导。”那全场这个报以热烈掌声，报以热烈掌声。那所以说，梅克尔他在基社党里面他的地位还算稳固虽然说我们看到说基民党里面他的新进的这些人员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取代梅克尔的地位，但是还不成气候。那如果说在今天如果说要走改选这条路，那梅克尔他是一个继续去角逐，而且他的胜算是很大的。根据上礼拜那个最新的一个民调，如果说重新大选的话，对，那基督基社联盟他还是会最大党，得票最多的，其次有机会超过246再增加吗？可能会稍微降一点，因为这次破局多多少少梅克尔也必须要负一点责任。是。那我们如果往
这一次的选举的选制的设计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国会的选举设计了一个尊重少数的一个这个设计。当然它是利益良善，可是如果遇到像现在这样的政局，比方说政党破碎化，然后民粹主义抬头的时候，会不会这样的设计，利益良善的设计，反而变成是大党的领袖他钳制他的一个无形的枷锁？我们就拿梅克尔这次阻隔破局来讲，其实就是德国选制的一个缺失，能不能这样解读？德国选制的缺失不在于说他们要去尊重少数了，是。那少数原则也不是他一个政治运作一个束缚，不要忘记了，少数原则的前提是说，在决策过程里面，多数通过，那在多数意见的同时，你要去尊重少数政党的意见，才不会用产生所谓的多数暴力这个情形。所以尊重少数的精神是在这个地方。那梅克尔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啊，他是完全是回归一个宪政体系里面规定。那你如果说提到说德国的选举制度是什么地方有缺失，必须要受到检讨，那我倒是要提一个德国政治观察家他们所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在大选之前所播出的一个节目里面，我们有谈到所谓的这个补充选举人啊。那还有一个是补充选举人跟超额选举人，对这个东西，那这个所以让这一次的席位来到709席，好，原来它的一个基本设计是598席，对，好，那因为超额选举人跟补充选举人的关系啊，一直加上去，加到现在709人，那这个不仅造成一个德国财政的一个负担，那也变相的让这个国会扩充上来啊，所以说这个制度是一直每一次在国会大选完之后都有被提出来，但是你也知道说德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社会，要改革一个制度，这个行之有年的一个制度谈得容易。那刚才你提到的说这个小党的问题里面我倒是要做一个补充啊，是。小党里面在运作里面，在德国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们必须要回归到它的政治历史。威玛共和时期，威玛共和时期它的政治的乱象就是来自于小党林立。对，所以要如何避开这小党林立造成德国政治的不稳定，是战后德国的一个首要的目标。所以他们在选举制度里面有设计所谓的5%的门槛。那这个也是用制度性很技巧性的避开的是小党林立一个做法。所以在这个你说的这个尊重少数这个原则底下，又配合这个避免这个小党林立一个现象里面，德国这套选举制度里面，原则上它的运作算是很好的，算是稳定的，值得我们其他国家来做学习。老师讲到这个德国选制的设计，刚好我想要对照一个前一阵子的另一场在内阁制国家日本的选举。你看安倍晋三在这一次他发起这个再诉诸民意，希望民众再次肯定他的选举当中，其实投票率并不高，才5成多，相较于这一次有没有7成3？德国6、7成有6、7成嘛，对不对？这么悬殊的投票率，再加上你看在日本选后，其实自民党利用特定的选举策略，它反而可以让一些原本应该被重视的少数意见，因此就被排除掉了。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端，那会不会德国又是另外一个极端？那我想说，政治人物他们的敏感度是相当高的。他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生命，为了选票，他会善用各种环境来创造有利于他的一个选举。所以日本这次的选举，我们都知道说，北韩帮助了安倍晋三再次当选，而且是高票当选啊，那也打败了这个他的反对党。那德国他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招数，让梅克尔走这个安倍晋三的路线啊，奇迹式的获得胜利？那我的观察啊，这个现象目前在德国是
没有的，没有这么太大的事情能够。那我能不能问，这会不会是梅克尔从政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这次当然是他从政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以前他从这科尔时期，他很顺利的被提拔做妇女部长、环境部长，那慢慢的接了党魁，到三任总理，到现在角逐第4任。对，第4任的时候，确实我们看到是确实是遇到困难。她被比拟为柴契尔之后的第2名，在欧洲，我想应该是最有权力的女性。是，而且她的一个权力，我个人认为她是超过柴契尔夫人。那她所做的格局啊，比柴契尔夫人还大。柴契尔夫人是英国第1的，但差别在于柴契尔有宣战，他打了那个是啦阿根廷，对福克兰战争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战争，但是梅克尔他所做的更是让人家敬佩，他把欧洲带上来，他领导欧洲度过了欧债危机，是那难民。